我们的仁德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我们第2期的第8标工程的一个开工动土典礼。那这个仁德污水下水道系统呢，它的用户的接管户数呢会达到1237户，那总经费呢我们会达到2.48亿，那其中中央补助了92%哈，那我们地方自筹了8%。那这个整个相关经费，我们非常感谢内政部营建署的一个补助，让我们在仁德区的用户接管能大幅的来做一些提升。那这个整个污水下水道的管线呢，也会达到5600公尺左右哈。那整个污水下水道工程的推动呢，这是我们对我们地方环境的提升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工程。因为污水在施作一般都是在住家的一个后巷，那后巷是那个住户的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在施作污水工程一定要先取得民众的一个同意。那一般我们污水在施作它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在台南市是80公分来放这些污水设施。那后巷通常民众会有一些增建的情形，那这一部分也希望民众能够自行来把这些增建物来做一个拆除。那在施工过程多少会造成不方便，所以我们完成后整个后巷就会变得很清爽、很干净。现在要再做过来到我们太子庙非常好啊，因为它有改善这个环境啊。你污水下水道以后，你的那个厨房的水啦，还有那个粪便的水，都在这个污水下水道，雨水就是另外雨水在流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3年多以前，台南市的接管率19%，19.03%，到现在24.8%，这个增加了将近5%，民众没有感觉。所以坦白讲，一般民众或一般地方首长对于下水道工程这个作为施政有感的这个部分坦白讲，一般的这个县市长大家比较不想做的。但是我们这个是不是这不是要做好？被谁拍棚这是要做好对脸数一个交代，因为这个环境不管是就公共卫生的角度，或者是对这个现代都市指标的角度，下水道是一条不归路，没有回头的路，是一定要做的。所以我们一定对于下水道的工程尽管现在坦白讲大家都很辛苦做了下水道这个没感觉。没有做下水道很臭、很脏了，大家会骂。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讲，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下水道的推进工程，尤其在这边仁德刚想想看，政府花了将近2亿多，其实坦白讲，每一户的成本都不低而且下水道盖到你家前面，你还要加一个最后1里路、最后100公尺，就是要接管接上去，下水道才会发挥功能，这个又是一笔费用。所以呢，我们很感谢营建署全力支持，那让台南市向这个现代化都市又迈进一步。我们也会将来会持续努力增加下水道的这个接管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消防局关田分队的警消，多年来持续研发改进消防水弹收管的机制。上午发表新一代消防水弹电动清洗收管机，这项发明将大大减轻消防人员救灾了后的负担。市长黄伟哲除了现场观摩，嘛颁奖表扬研发人员。消防水弹是救灾现场袂当欠缺的利器，但水弹伫咧延伸的过程，往往会用垃圾，因此关田分队小队长甲队员伫咧去年7月研发出第一代的消防水弹清洗手卷机，结合消防车、高压水进行清洗。现在第2代更加结合电动甲遥控的方式，并且伫咧上午进行发表。它除了线控的开关之外，我们还增加了遥控的功能，然后这个遥控的它这个清洗水门的部分，清洗水门不能完全采用电磁阀下去做控制，有检修的动作的时候，它才会出水做清洗。像今天
有看到了自动水袋清洗跟收纳。其实我们知道哦，常常看到这个电影中有个画面呢，这个消防队员到救灾现场，第一个时间就把那个水袋打开就大家要比赛那个滚那个水袋，看谁滚得准、滚得长啊，中间不会倒掉。所以可知道水袋的收放都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技术，而且很耗时间的。另外，水袋在平常在救火灭火的时候都放在地上，那难免会有一些污渍啊，这个污损。那所以说要在怎么样把它清洗干净，然后又可以收纳起来，然后不会这样可以确保这个水袋的品质，而且将来在救灾抢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可以变成很干燥又很好用。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很重要。也谢谢我们台南市消防局各位打火弟兄大家的努力，研发这么好的这个水袋的这个收纳以及清洗装置。该设备除了以电动的方式将水袋进行清洗加收纳，另外嘛将装备加消防车来结合，让到场观摩的贵宾拢相当的娱乐。市长并且当场颁奖表扬研发人员。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台南市的商圈嘛开始动起来。最新成立的台南市永华宽和青砖商圈，范围为运河环宽和街，一直延伸到府前路2段。第一届理事长是由样格尔医美集团的执行长江胜凯来担任，目标是要打造出全台湾上幸福的商圈。台南市永华环河新转商圈成立大会伫咧精英酒店举行，市府观光旅游局长郭珍惠、社会局长陈英基、民政局长江林煌、经发局专委吴建德、市警局第4分局王子维、台南市中西区北区市员参选人姚振宇等贵宾，也拢到场与会。大家拢真期待商圈成立了后，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甲观光消费连调。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永华环河新转商圈的成立大会，那同时也见证了李监事的一个受证哦。那我们很高兴，台南又多了一个生力军哦，特别是在这个环着运河哈，我们这一段一段都有不一样的亮点。我相信这个新的商圈的一个加入，这个协会的一个加入，可以让我们商圈整体的一个提升，以及观光的活力可以再次被看见哦。成立商圈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繁荣，也让民众他对于地方的一个经济有更多的参与。我相信哈，商圈的成立哈，尤其是在郭局长的这个积极的一个领导还有促进之下，我相信台南借有很多商圈的发展，可以带动我们台南市的整体经济，尤其是中西区，然后它有一些老旧的一个问题，所以透过商圈的刺激，也可以让都市的发展有新的风貌。本身是央格医美集团执行长江胜凯，伊本人甲家族伫永华环河新转商圈范围内经商多年，所以对着商圈的环境特别有感情。看到这2冬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商家收入受到影响，互人烦恼。伊决定成立商圈整合店家，希望大家做伙共赢共好，发挥1+1大于2的功效，互商圈经济更加繁荣。因为我本人以及我的家族在这个永华环河新转商圈范围内经商多年，那对于商圈的环境特别有情感。那我们都知道，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实体店面的店家收入都受到影响，令人忧心。那看到周遭其他地区都有商圈，比如海岸商圈、赤坎澎湃商圈，那他们让我感觉到，我们如果商圈能够抱团共荣共好，那一定能够发挥1+1大于2的功效。台南市永华环河新转商圈第一届常务理事还有江荣忠、方世华，常务干事则是由邱景秀出任。大家目标一致，做伙携手拼经济。台南新闻江硕维采访报道。台南一中的庆祝建校100年系列活动陆续展开，其中台南一中的校友金曲歌王苏明渊特别登去母校，甲学弟分享当年原本就读法律系，后来是安怎踏上音乐之路的过程，而且伊嘛为大家带来大学的时阵为爸爸所写的一首歌。庆祝台南一中建校100周年，透过各种无同系列的活动，来让各界优秀的校友会当回来到母校，
搁一摆重温校园的温馨感。我们陆陆续续包括我们这个苏明学长，总共出了3个金曲歌王。好，大家应该都很熟嘛哈。最熟的就是去年的去年是蛋堡，跟大家比较接近的。好，这个有一首很有名的《地下校歌》。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苏明恩学长，以及帮我们写百姓歌曲的谢明佑学长。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斜杠人生，我想律师歌手不是说假的本业就是律师嘛。那又能够创作那么又能够拿到我们这个金曲奖的确在我们南一中这样100年的历史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贡献的一环。这摆邀请到金曲歌王苏明远回来到学校，甲大家分享当年对南一中毕业了后，读法律系伊是安怎伫迄个相对表演平台无遐济个时空背景之下，是安怎成为现今咱所熟悉的金曲歌王。就是你在这边生活了3年，看到那些景物呢，这个眼睛一闭上，你还是会很快的就想到好像那些角落的一些回忆那我觉得一中呢，我刚刚走进来我闻到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聪明的味道一中的孩子太聪明就是一中的孩子聪明，但是聪明的一个具体的面向是表现在有绝对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一中的孩子呢不会被框住，会有自己的这个创意跟想法所以我们各行各业都有我们南一中的很杰出的校友，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伫现场听到伊好听的歌声，就亲像会当回到当时写歌时阵的情景，透过轻柔的音乐佮有歌声，互大家做伙平静来回忆过去到现在一路的历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自由工商汽车科，不管是参加比赛或者是考证照，拢有真好的成绩。叶志成老师表示，汽车科将所有的课程系统化，让学生会当实际了解车体完整的过程，对学生维修车辆更加有帮助。来到自由工商的汽车科上课教室，会当看到每一位学生拢认真分组咧做无共车体的拆装练习。老师透过甲单元系统化的上课方式，让学生会当更实际对车有更深的完整了解。嘛，会当亲手来去做，发现问题，才会当来训练学生因伫未来若拄到状况的时阵，随机应变的能力。因为在所有的课程当中，我们都是以各个单元、各个系统分开。那么这个实体拆装的部分它是整个综合体的一个尝试。同一时间训练学生他的勇气，让他去面对这个老师不曾教过的一个实习状况，中间会遇到很多挫折遭遇，这样的一个体验上来他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成就。部定必修课程里面，甚至小到我们校定选修课程里面，其实很难安排这样的一个实习方式。第一个，它一台车的整体结构系统跨很多部门。之所以我会把这个部分放入到我们加深加广的课程进度里面，是因为在业界学生进入到业界的时候，他第一个会开始实际动手的工作，基本上大概就是更换机油、拆装轮胎。那这一个部分当然都属于拆装。那我整台车的一个解体，当然就是大量的拆装的一个练习，甚至让它整个实物系统的结构一个认知。课程中上特别的部分，就是老师和所有的学生做伙来拆报废的车辆。老师和学生做伙把引擎透过手工的方式拆落来，然后甲吊起来。在拆车的过程中，若学生拄到问题，老师就会亲身去指导，用安尼的方式，让学生会当实际操作维修规台车上重要的部分，会拄到第一寡问题。学生嘛表示，透过安尼的上课方式，会当更清楚明确来知影问题会出伫咧地，要安怎来修正。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华山基金会中西区爱心填晒站服务至今已经14天，陪伴将近250位的长辈度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了感谢各界长期支持华山的照顾服务，配合举办感恩大会，同时教导长辈制作染印祈福袋，希望疫情早一天稳定、健康平安。由小牛顿幼儿园小朋友所带来舞蹈表演，为华山基金会台南中西区爱心天使站14周年感恩大会活动揭开序幕。活动这天，现场嘛来了真侪关心长辈中国贵宾前来同乐，咱会当看到中西区长汪庆龙、樱花里长郑雀燕、茂记黑豆花以及真侪华山志工，做伙欢喜庆祝中西区爱心天使站在地服务满14天的日子。华山基金会伫咱中西区吼嘛扎根足久啊吼，啊服务足侪咱的在地的老大人吼。伫咱迄个迈向超高龄的社会吼，咱长辈吼，真正讲的是伫咱中西区吼嘛长辈足侪啦吼。啊，真正需要吼，大家吼像今仔日吼，咱感谢咱迄个神农顿的幼儿园吼，带囡仔出来大家迄个同乐啦吼。啊，咱直接带囡仔拢去上班吼，啊，咱带伫遮吼会当做一互动吼，啊安尼较袂老啦吼，啊再会当吼伫咱社区活动吼，啊做伫遮对咱讲的在地老化吼，啊是介幸福的啦吼。这2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基金会减少举办大型活动。这次为了感谢社会各界对着中西区爱心天使站14天来的斗3天，特别选定伫咧樱花里活动中心举办感恩大会，感谢大家支持。疫情的关系，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有办大型活动。那我想很多的长辈呢都闷坏了。那我们到现在，我们的中西站呢已经创立了到现在已经是14年了。一个站长呢，他除了要负责长辈的服务之外，他还要去募集社会资源。而这一路的过程，如果没有我们的在地的资源单位，还有我们的很多善事义工来支持的话，是没有办法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感恩大会上，基金会嘛有邀请亮亮染织手作坊的吴亮珠老师，亲自教导长辈制作植物超拓染的袋啊，让长辈动手动头壳，做出家己的创意袋啊。手爱细腻，咱就好口分落开，手来记咧，然后为中由内而外，由上而下，哈，为中间安尼。感觉做这有趣味无？趣味啦，新鲜啦，当然干多人啊，咧做足新鲜的。今天呢，我们做的活动呢是拓印染。那也希望说呢，在这个过程敲敲打打的过程呢，能活络我们的服务的独居老人他们末梢的手部神经，然后最后呢，更可以写上心愿卡来挂在我们的这个袋子上面，然后带回家来做个纪念。那我们也邀请呢在地的公司行号以及在地的善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守护老宝贝的行列。华山基金会在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秉持着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免费提供教题方式、慰问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期待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精神，建立社区互助自助的模式，也欢迎认同伊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交通局持续推广行动支付，连续3天举办停车缴费相中优惠抽奖活动，上大奖是2台智慧电动机车，分别由后壁区甲安平区2位幸运儿来抽到，背后下晡由市长亲身颁奖。为期4个月，台南豪庭双重礼智慧电车送予你的活动，使用 App 缴费。或者是登录停车发票，高达36万外币。对107年10月推出行动支付，到目前使用的人次嘛超过500万以上。行动支付率每年增加，目前达到33%以上。
如果加上银行、手机代缴，已经超过现金支付的比例。用行动支付不但会用省钱，而且还用抽电动机车。使用我们 App 来缴费，这样子第一个是无纸化，第二个是超商的店员太累了，我们让他减轻他一点工作负担。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些超商所收的手续费，我们回馈给消费者，这样子的话，对于缴费的这个效率、效益以及整个流程的顺畅，那这是有好处。今年上大奖2台智慧型的电动机车，分别由后壁区的黄先生、甲安平区的林小姐得到。其中后壁区的黄先生，因为伫东区上班，想袂到停车，佫用得得大奖。因为本身是住后壁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才租在那个东区这样子。对，然后汽车平常都停在那个停车场里面。对，然后因缘际会，然后才刚好使用这个 app， 然后中奖，很开心啊，就很意外之财。对啊，意外之财。对。以后这台机车还是会停吗？对，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为了鼓励民众持续使用行动支付，台南豪庭 App 优惠的期限嘛将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日。只要下载订立台南豪庭的会员，并且缴纳路边的停车费，每一笔还佫用得折扣2块的优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伫今年4月份踏办有冷气的政策，如期达成目标。而且教育部嘛规定，只要室内温度达到28度，就会当开冷气，电费嘛由政府来负担。经过一段外的努力，透过教育局各学校的行政团队，予台南市学校伫今年热天以前拢会当如期如期来打到每一班拢有冷气。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冷气的使用袂阁以月份来规范。只要室内温度达到28度，就会当来开冷气。电费的部分嘛由政府来负担。那有一些详细的使用规定在这边也做一个说明啦哈。那包括我们学校在使用上有一个新攻略第一个学校还是必须有一些对角线如果在下课之后，对角线的窗户必须打开15公分。那这个部分是为了避免说长期在吹冷气之下。那可能孩子下课之后还是要有一些活动的一个时间点。那第二部分就是学校在省电部分，同时可以用电风扇或循环扇打开，让这个对流的部分更加明显。除了室内温度规范以外，若是外口伤差，或者是空气的品质 AQI 关于红色的警示，嘛拢会当使用冷气。为着要保持空气的流通，伫咧下课的期间，爱甲冷气调为送风，嘛爱甲教室对角窗门开15公分，来保持空气的对流。除了这个装冷气能够吹以外，我们也装设了 EMS 的控制，来让这一个节能减碳这一个系统能够启用。那这个 EMS 是要用来控制这个电源的管理包括这个冷气本身的温度的控制。那还有就是它会有面板可以显示这一个目前用电的状况，这也是能源教育的一环。这摆冷气的装饰，公部来推动校园能源管理的系统 EMS， 透过这个系统的便利性，会当帮助到各学校的管理用电，降低无必要的电费支出，并透过面板会当让学生随时来注意到学校的用电资讯。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